花莲农产运销公司是花莲县内唯一公办的肉品屠宰场。最近这几天嘛，陆续向中央申请大约1亿1千万的经费来设肉品的冷链系统。也毋过最近所发现讲有一半的机台拢生锈咯，环境阁真垃圾哦。外界就质疑讲，这个钱到底是开去倒位咯？为着要了解花莲的肉品屠宰场有偌济缺失，县议会农业考察小组专工去勘查，结果发现现场毋但设备旧、天棚生菇，新的设备阁改造家己啊放摊倒，安尼智慧放袂离，恐惊严重影响到肉品的品质。1亿1千万的东西放在那个破旧的房子里面，然后让它老，让它烂，然后你们在这边说，我还要再增加什么预算？以前是用吊挂式的，现在改用平躺式的，用这样啊，没有吊起来，那个血流不出来，猪体又更快就坏掉。花莲县的肉品屠宰场是县内唯一公办的屠宰场，县府为111年开始，甲中央争取到6000万，112年又阁争取到5000万的经费，来改善设备甲建立冷链系统。不过，即摆发现遮尔侪缺失，嘛，互议员质疑，这钱到底是开位倒位去？县政府农业处的渔牧科，他们是督导，他们要辅导他们，但是在整个这个过程里面呢，我们看到的是渔牧科是都在状况外哈。农产运销公司表示，新的屠宰线才拄改变传统靠人力抬低的方式，不过老师傅拢已经退休啊，目前的员工经验较无够。若设备生产的部分会定期保养，嘛监督厂商调整机器，恢复品质。我们这边要做的就是人力的密集的在教育训练，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考虑回聘那些退休的老师傅，是不是回来做经验传承？那第三个就是机器的调整。议会强调，屠宰场的冷链计划甲改善，包括电子设施、地面的水沟啊、输送带、甲吊牌轨道等等。伫110年审相关预算的时，还未通过就已经完成发包，这过程敢有重大，政府是就要搁调查。记者华联报道。